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今日正式開園，由香港園區聯同深圳園區所組成嘅河套合作區，係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重要合作平台。河套嘅發展目標係要成為世界級創新平台，係國家實現地理上橫跨兩個社會制度、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優勢，以科技創新為主題嘅重大合作區。自從園區3座大樓喺3月平頂到今日呢9個月以嚟，2座濕實驗室大樓已經有超過60間嚟自海外、內地同埋香港嘅企業同埋機構簽署租用，已租出約80%嘅樓面面積。香港園區第一批其餘嘅5座大樓將會喺2027年開始陸續完工。同時，香港園區嘅第2期規劃已經完成，會以凝聚高效市場同有為政府嘅公私營合作模式，加快建設發展。園區喺未來將按住功能去劃分科技區塊，涵蓋生命健康科技、人工智能同數據科學、新科技同先進製造等支柱嘅產業，推動產業有序發展，促進上中下游不同階段去協同發展，打造完整嘅創科產業鏈。今日除咗係香港園區正式開園，亦都係連接港深2個園區嘅西面跨河連接橋項目正式啟動嘅重要日子。呢一項工程將打通河套合作區嘅交通網絡，有效咁促進跨境人員流動，發揮深港口岸設施同埋管理創新政策嘅優勢。展望未來，我哋將繼續推進河套香港園區嘅建設同埋發展，包括優化制度銜接、深化政策支援、積極引入優質企業同埋世界級嘅科研團隊等等。